所以我们这是一个舞台剧，做一个演出其实是一个跟村民一起的同乐会。我们中也希望可以让村民有更多的参与。那个我们今天啊要打6支桩，加油加油！这很累。这个真的是进秀里面的最顶级的。Hello， 你怎么会来？我来帮你啊。这不是实境秀，这是整人秀。来，你没力了，你休息一下来。我想再拿我的蛋，我好饿。Let's go， 文文，便当来了。我的手表一直告诉我突破我的极限。怎么说？因为我设定一个什么？啊！我看到他们了！天哪！我听到声音了。高一轩，文文，救命啊！救命！他说救命！我要下去了，等一下哦。哎，便当来了！哎呦！啊！你啊！他要是哎呦！完全没有。我们是这样子的名字哎。你刚刚陪他一起做饭哦？对啊。好扯哦，做超久哎。做超久，你知道多少人份吗？而且现在突然下大雨了。大家还好吗？大家我们有应援团。大家辛苦了。嗨，欢迎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大家辛苦了。哇，这么多人。但最硬的时候，你们就错过了最硬的时候。那就。哇，这个2个很重。你们今天在修哪这一段啊？本来是这一片，但是因为这边实在下面石头太多，然后这个桩它要打70公分。哎，对啊，红哥在哪？红哥就是因为可能跟村民们太像了，就不见在这里。红哥，嗨，我是今天的小帮手。妮妮呀，哎，我刚才听到了，对了，红哥嘞？我们什么来自投罗网？对啊，我后悔了。哎，我们把饭背上来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你做完了吗？做完了。你饿了吗？在那里？我2个小时前就。还是你要先吃？可是我不能啊！我这么多人，我如果偷吃的话，没有分批啊，分批啊。我们要不要分批稍微放一下一点食物？大家稍微吃一点好不好？他们好像可以吗？全部停是 OK 的。先停一下。好啊，那我们大家停一下好不好？是饭。我真的很谢谢你们来，因为你们如果不来的话，我们大概没得吃啊。对啊，因为他们队长说不休息的，队长不打算休息的，还要这群人是怎么了？有荷包蛋，有水煮蛋，有咸蛋。豆干炒肉丝，要先拿饼再加肉。打泡猪啊，人间美味。这是什么饼啊？怎么那么好吃啊？印度抓饼，印度抓。哦。好感人哦。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你真的会认为，哇，真的不要糟蹋任何的食物哎，粒粒皆辛。我觉得真的，你是一步一步都扛上来的，好幸福哦。然后菜色又这么样的多，然后元帅跟我讲一件事情，他说，队长那个豆干炒肉是为你炒的，真的哦。因为你有点餐，对，我有点餐，我就后来那吃到肚子里面的那种温暖，很难去跟大家分享说那是什么样的心情，就是你只有身临其境，你才能够享受到所谓人与人之间的连接。对啊，是多么样的珍贵。有的时候美味不光是食物而已，是整个吃到的过程。对。对啊，你要先爬40分钟，然后再修那个古道修半天。对。然后再吃到那个饼的时候，你就哦。原来饼是这么的香甜，再知道我们用心了。真很吃，有感动吗？很感动，等一下，太好吃了，谢医生啊，很好吃，对啊，很好吃，打包子很棒，谢谢你们，辛苦了，你们比较辛苦。感动了，值得了。主厨最感动的，主厨最感动的时刻，值得走上来这一趟，值得，不累了。对啊。来，脚下追够哟！来。还有橘子限量的，先抢先赢哦！哎，抢生意哦！限量的快点哦！限量剩4颗，要赔了！哎，抢生意哦！给我留一个，最后1颗就好。我有吃到哦。谢谢。好，吃饱了，干活！要去搬石头了。
来这边还有一个人。哎呦，马上要开始难得一见的石头会走路。听我口令，听我口令。来加油！要进来了，赶快到这边。好来啊，等一下啊，我开始再来。好来，我们开始了哈。你这还开得了吗？可以了，我们。哎，婷婷。来了就动，来了就动，两手。掉哦。两手，小，小心！这么快哦！前面慢一点，有一种传承的感觉。后面的姐妹，然后倒马急，就是要有一个那个速度。这样子搬石头很快又有效率哈。有大有小。传给我的大石头，对，你先带。一颗石头有2斤重。石头从哪里来的？怎么那么多啊？河床其实它是野溪，对。烫手山芋，很快就走了。前面快一点呐，后面再看聊天呐。自然说我们慢。太重了！前面拿小一点，后面太重了。来，不利息。对啊，这个我喜欢的。带回家。你是喜欢上面的这一颗哦？我们没看到，你带回家。哇，这也很可爱哦。够了，你看，你很坏。没办法，你看是导演坏，他要我把东西给你。哎呦，有了，打到脚。要多少？石明帅在问你们要搬多久啊？这人多。输送带好不容易架起来了，是，不要好像没快把它拆掉。这回讲得到，这回按夹，谢谢。这回按夹，酸盘。剩下最后的了，没有了。啊，鸡蛋也要传过来啊，鸡蛋水果，这个豆干呢？好吧，那我们继续打横木。打横木了，继续。先塞木头，对，先塞木头。哦，他塞那边。好，等一下。小心。啊，对不起。我们队长真的吃土了。抱歉。到这边来。婷妮看起来就是手啊。小心在吃土哦。对。月底到了吧？那时候我就想说，哎，拿那已经腐烂到一半的木头，这是合理的嘛？毕竟已经腐烂到它就不稳。就听那个队长说，其实这个反而是好的，因为它就可以变成肥料，然后等之后就会有植批，然后长一些植物出来之后，反而植物的根就会更扎实的把那些泥土抓牢。就是让它又回归到更自然的方式，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哇，真的这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。1、2、3，可以，好，可以了。大块的过。哇，这个这么粗，这边要借过一下。哎，我看到是一个工程，不叫修补道，因为我的想象本来也是那种啊，这就是搬石头，阶梯铺一铺这样子，它那个叫道路拓宽工程。对。队长你真厉害，刚刚你就讲说，哎呀，希望等一下不要下雨，就看下雨之后马上就停了。换手。中间比较硬，木质的地方比较硬。剩1/3。哇，都被你帅去了。云轩加油哦！大家都在选女婿哦，越来越顺手了。他结婚了没有？还没有啦。还没结婚还没有。可以哦，可以用客家女婿哦。可以哦。可是我女儿结婚了，还可惜呀。现在就想办法蒙木头，好，找土或是木头，找土跟木。我爸爸是这个这样都用石头铺那个围墙的。我爸爸是大师傅，别沙包。现在人就全部都是用水泥直接灌的啊。对，爸爸以前是纯手工的，一个师傅传过来，一个去叠。叠的是很漂亮的，很辛苦哦，真的很辛苦。爸爸晒黑又脱皮，全身都是黑，很辛苦。爸爸以前赚钱真的很辛苦，真的很辛苦，又脱皮又晒黑。这里应该放一瓶威士忌。朋友孙啊，今天开来都给你传便便啦。
好大啦！台客蹲。好来，我有找到一堆土资源了，我们要带铁机去了。把土请过来。把土请过来。我们一样要架那个输送带。不要太多了。土来了。哦。土来了。下行土。好。哎，很重啊。哦，还有这个。有这个就。哎呀，这个好啊。对了。对，反正就倒，冲哦，你要倒一堆之后再来整回去。哎，上面。LV 带。哎呦，好，都对吗？我们是在那边倒土的。对，我们一开始你们一袋一袋土倒下去，就像是你一杯水倒到浴缸里一样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为什么没有在街上？怎么那么久？我到后面真的是有点受不了。有吗？对，因为我们一直在唱歌啊。我没有看到你受不了。天空啊，老水的阿妹，带灯吹阳来高行水边。快疯掉了！歌啊，没有办法正常思考了。越来越重。他们说不要装这么满呐。有人在看没来？来挖，这样多人来挖。上面再一个本机一个本机来，那个土越到后面越扎实，越到后面越好挖。他们已经挖到说还要多少啊？还有多少啊？还要多少？可以啊，我可以拿。客家本色再唱10次就好了。再唱10次啊！统战过台湾，某半年前。歌词忘记了。这是另外一种乐趣啊。古装做的，上面在挖土的，马上就有这种精神被唤起，这样。还有力气唱歌，那就再重一点。冲啊！永远，永远。欢迎欢迎欢迎！真的假的？有人拓宽了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哦，太强了。哎，有那个感觉哎，越来越很有成就感哎。对啊。你知道什么叫移公移山吗？不是愚公。是啊，愚公移山。愚公移山。下午休息。愚公是愚。再10袋就 OK 了。再10袋。10啊，倒数10啊，算一下。啊，10，来9。这里是不是要放一个什么？很享受那个过程啦。然后尤其我觉得我们这次修古道是用一个很传统的古法，真的是用原始石头，然后木头把它慢慢用起来。然后我觉得一次可以集结这么多人在深山里面一起做这件事，对我来说是非常感动。哎，这有点感动哎。3，就把全部撒下。可以收，可以收，收喽！最后一次来了。谁跟你说路是人走出来的，是人铺出来的，好不好？队长，最后一袋。好，最后一袋了。说话算话哦。 OK， 好，最后一袋。Go！ 落枕。鸣炮。蹦！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成果。哇，好厉害哦！啊！终于下去看到整个是已经满满在那边的时候，哦，很扎实的满足。哎，会想哭，是。我也有点感动哦。暗枪哦。哇，好像不同路了呢。嗯，从基隆路变凯达格兰大道了啦，多了1倍的路出来哎。对啊。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是，以前爬山其实没有想过这些路是怎么被，就是你怎么可以开始走这些路？原来这些路其实都是有一群人慢慢去把这些路开垦出来之后，又有另外一群人慢慢在照顾跟维护这些道路，我们才能够进到山里面。所以其实会有一种从今以后进到山里面会更加的感激跟感谢，说其实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应该要好好珍惜。乐吹小队，锵锵，动锵，
古道修完之后，我整个人超不舒服，就斯坦居然没有药局，这也是一个问题。然后我一直开往大湖的方向，很多的箭头都说左转回台北，然后我就跟着左转回台北，但是我怎么一直往前看，我怎么一直没有左转回台北？哇，这是个赛都没有去理他。然后就真的到了大湖市区，我看到那个药局，我就买了，就有好一点点。所以后来我们不是又去那个听对，去听他发音。村长哎，我下次村长来了。哎呀，村长，哎呀，一个箭步就。哎呀，可以，他年轻真好哈。哎，我们去爬楼梯就好了，那边有楼梯。好，晚安。哎，村长好。谢。你们这个经常会做这种固定性的表演吗？其实我们这个活动哈，是我们社区的一个我们要每年的新丁版活动。那个生小孩有没有？以前的人生小孩，新丁就是要当那个新丁版，天丁啊，对，是我们是这个活动每年都有，然后我们就会社区会有一出戏。村长有演吗？村长有啊，他演员外，你演吗？演慢条斯理，演一个慢条斯理的员外。是这样子哈，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诗坛这地方，能够留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回忆。对，所以我们对诗坛呢，我们写了一个舞台剧的剧本，希望说邀请我们诗坛像比较有表演，大人小孩都要，都要，可能就是要请陈老师帮我们物色一下几位。我们有看到有一些关于这个客家的情歌。对啊，就像我们有那个音调，我们比较没办法学的。老公那种，老公啊，娘啊，一缸里，两个甘蔗平啊平葱。哎，你会唱这首啊？还有痛。对。就这样。你知道我唱什么吗？他说2只甘蔗一样长，不知道哪一只比较甜呢？两个阿妹站在一起，不知道哪一个琴比较长啊？那我们舞台就唱这首歌了。OK， 哎，这样子好不好？可以，因为我们今天可不可以，我们再来演一出？你们先休息一下。好，他们还要练一下。时间上没有关系吧？他回来，哎，对，好不好？麻烦。前棒棒，酒香茶，四对四面关羽手，可以今日之塔房，来拜北拱桥前旁。哎呦，村长，哎，看到村长是吧？出来处处也已經要10個月咧，行係按月啦，按算上是按負擔嘅賺到噃。像我。我爸到的是無講出，空數掠蛇係很強，無講到。哦，你華姐哦，終於出來了。阿叫妹啊，出頭天了！出頭天了，他们就说哦，演的那个人是谁？我认识，他是村长，他是谁，他是谁？就哇，这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事情。尤其对我来说，我会觉得我自己在长大的过程有点可惜，因为虽然说是自己是客家人，然后小时候也都在客家村庄跑来跑去，但其实我没有留下一些文化上的技能。我现在到长大，我非常后悔。然后在昨天的那一出戏里面，就是有演小朋友的，但是他客家话讲得非常好，然后对我来说，我就觉得好感动哦，这是我很想要有的技能。
加速了。子敏说测试照相。人家公路车哎。他全部东西都背在身上。差翔，差翔。嗨，蝴蝶。哇，这边有个桥哎，我们去那边泡脚好了。这可以来彩虹铃一下吗？要来一个 U turn。你还好啊 ？OK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不能在这边戏水。哦，好多鱼哦！哇，哎，那可以喂鱼吗？你想要吸脚皮哦？哇，我的天啊！哎，很多哎。你们在这边是幸福的，你知道在别的地方的鱼现在已经被人家钓走了，只有你们还能够自由自在的游泳。哎，对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吃仙山仙草？比一下就有了，比一下先跑吧。大概是那里吧。马上比。太容易被利诱了。剪齿轮剪。哇！挑战性的哦。有回音？有。哎，很舒服哎。对啊。哎呀。火龙果哎，哪里？那里？哎，真的呀，偷一颗，红哥。白柚。白柚，大颗的。走。哎，要5万了。5万了，对不起，5万了。这个地主一定是你们想不到的一个人。第一天就被我们碰到的那一个吴老师，这块是他的啊，想不到吧？这个树也太美了吧！这个叫做2相好。一般人可以这样进来吗？队长，你真的有跟人家沟通好吗？有。来哦，来没有？哇塞，你准备了什么？那我来这边冲咖啡。我们还有饭后水果，找回童年的记忆。你看吃百香果要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有没有？哦，好好吃。哦，超甜的。红哥，你要不要先来吃？我来。好好吃哦，好漂亮哦。对啊，这个太漂亮了吧！而且马上就可以现吃。哎，你要不要煮熟特调百香果咖啡？不适合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知道。好吃。要咬哈，很有嚼劲哦，那个籽。好吃。哎，这也太香甜了吧！这真的香甜哎。不过它真的长得很漂亮。要不然怎么喝？我们就倒在我们手里了。哦，他那咖啡啊。哇，这样子接的，哇塞！哎，那个，我们把这洗一洗啊。不行，只有那个可以。喝喝看啊！你不是说不行吗？你是说百香果味道？他用这个，那没救了，就这样喝吧。这太小杯了，这好像喝老人茶哦。这一口，这么小一个。哎，清酒。对对啊。生活智慧王。好，先讲。你讲，因为旁边。这还蛮好玩的。这么开心。啊，因为我里面百香果的那个膜被拿掉了，所以没有。但好像没有什么百香果的味道哎。我的没有。那会干嘛？变得苦苦的。咖啡版又苦了。不是，加那个百香果更苦。这样喝真的变苦哎。但我觉得这个酸苦的，还有清香。我鼻子闻得到百香果香。但嘴巴不是那个味道。昨天我们在做步道修复的时候，突然看到你来，
我说多一个跟我们来体验同样的心情。结果你后来发现到我们在那边做那件事情，你有什么样的心情？我很喜欢呢。是啊，因为我觉得昨天下山心情超好的。就觉得好像大家一起干了一件大事。然后终于做了一些有建设性的事情。对，有建设性的，对。会累吗？昨天蛮好睡的。哦，是吧？大家都蛮好睡的，对，爽累。我小时候就是在山里长大的啊，所以山上的孩子，对，所以土啊，然后爬山这些对我来说很熟悉。这个应该跟你平常拍戏的感觉很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很不一样，我觉得很疗愈。拍戏我也觉得啦，2、3天很疗愈。对，2、3天。对。哎呀，郭老师，好好吃哦！你这个百香果。记得还很多。Togeso。郭老师，这片都是你的吗？对，这一小片。一小片。你还有没有地要卖的？租给你了。租给我。租了。有空来搭个帐篷，你来睡吧。真的？你晚上不怕的话，3租。你晚上不怕的话，他们会下来吗？我的香蕉还有那个木瓜都是猴子帮我采。郭老师，你要不要做？一起啊！我们现在在就是喝百香果，百香果，喝百香果啊！百香果。郭老师喝一点咖啡，杯子太小。茶饮。郭老师真的把它当老人茶在喝。这老人茶。这个哈，就跟吃中药差不多。这咖啡不能这样装，一定要中药。那董老师那个柚子什么时候可以吃？现在就可以采，现在可以采了吗？已经 over 了，猴子就来了。那我们就要去采一下了。一定要把它采光。Today I need to get away. I wanna start over again. I think I need a break. I drive far away from the man, far away from the AC train. 来，甜的酱，红色是咸的酱。哇，老板娘，你这样子我们太丰盛了，因为你们难得来，就是这个话是客家的米食，牛问水，牛在休息的时候会问在那个泥水里面。对，那这个汤圆就是牛背，那泥水就是黑糖姜汁。哦，慢慢用。谢谢老板。点布啊。牛问水。啊，姜汁。哦，对，姜汁好浓哦。好香哦。那我们这个小酒馆也要准备足够的方案来帮他做宣传跟。你们还要小酒馆哦？因为香港说他们的地方没有什么夜生活，所以香港的意思是说要我们试试看，做个1天。待会儿找时间要拍一个短影片来把它发出去。我可以帮你们拍啊，让你们4个人都会入镜。你可以帮我们。没有啊，一起宣传啊。对啊。你可以这样，可以。所以你可以来当外场啊。我们有人帮忙做这个部分，可以吗？你可以。我以为有找到一个。你可以帮我们留到13号来帮我们做外场。不然你回去一下，过2天再来。不行哎，他不能回去一下，我们明天后天还要依靠学姐帮忙做消防讲座哎。我们也希望你留下，因为你对消防知识比我们知道的太多。他一直看着下面。真的，我们因为你那个戏拍的那么让人家感动。我们可以今天先去拜访一下消防队。对，我们要先去拜访一下。我们刚刚经过的时候，他们都对他说：“学姐好。”刚刚真的超感人的。你是他们的偶像，真的。可以啊，我们待会先去看看他们，好不好？这边的学长们好不好？当初你在拍的时候受的训会不会很辛苦？蛮辛苦，但我觉得很值得。这是你的主场哎，欢迎。对，我们是学姐哦。那一刹那我真的超感动的，因为我觉得拍完《火神》之后，我真的有一种一日消防魂、终身消防魂的那种感觉。我真的很懂男生去当兵的那种感觉。对，那我们是在明天开始呢，都会有3场的一个社区社区的宣导。像我们知道啊，学姐啊，她其实是有拿到我们 EMT1 的，对 T1，然后这一点其实我们也是蛮佩服的。其实今天我们有另外一个期望啊，就是希望靠学长的这些
能量啊，跟热情啊，来把我们的婷妮挽留下来，未来3天的消防讲座都可以由她一起来帮忙，一起来帮忙。对，真的是情人王。那要不要喝个茶呢？我们就喝个茶，喝个茶，我们轻松一下，我们喝个茶嘛。坐吧。对，来，我们这里，来，案子谁？谢谢学长。对，那好，我们简单的看一下我们苗栗先生我自己做的教影片。其实这很重要哎，因为我也是拍了《火神》之后，我才知道火有这么的可怕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真的是在1秒之间。但是因为普遍大家是在一个安全的状态下，你不会太容易有那个危机意识。所以像我现在，我很常送我朋友助警器。好，先给他放进来 ，OK。那要不要关门？来，我把这个窗户先关起来，稍微关起来一下。它为什么那上面一直冒啊？对，它上面有一个开口，因为它有烟囱，它有一个烟囱，对。它怎么都还不叫？因为它烟还没到。是不是没装电池啊？有，刚刚有电池啊。先把它拿出来一下，因为它其实这样子是有点问题啦哈。因为照理讲是这样，应该就是要侦测到了。好，有啦。再一次，火灾，发生火灾。耶，我们有 NG 片段了。重来。问的问题要重新再讲一次啊。那个门要他要开门，对不对？你刚门没关，你刚门没关。对，那你刚门没关。从这句开始，先测试一下。测试正常。好，测试正常。还是有点客家腔。跟Siri 聊天哦。测试正常还是测试正常还是测试？测试正常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到烟很快的好快，就是从1楼往2楼这边窜。哇，门没关，所以烟就跑过去了。对。上来，又转向。它应该就是要响了。现在响了。好，现在响了。可是这个是已经有点太慢了。好，所以明天的话就是宣导还是要有一点随机应变。对，一定的，这个大家都很了解。毕竟是练习示范，不是这个。但是他今天真的蛮不听话的啊。现在啊，我们要做一个示范的话，就是油锅灭火的一个部分。炉火烹调是占我们火灾发生原因的第1位。哦，汽油味好重哦。哎，我们可以离远一点。那躲得最远的居然是你。好，等下点火喽。好，准备哦。好，点火喽。哇！老师已经烧起来了，怎么办呢？先保护自己，然后就是慢慢的把它盖下去。好，密合了，对 ，OK， 再来才是关火，是不是很容易忘记？湿毛巾盖上加盖上去。你要干嘛？没有，因为我刚刚在过程中会觉得慢慢盖应该是比较安全的，可是，在实际发生的时候应该会很害怕，会想要对，你把我演走了，我就要演这个哎。这样，你把我演走了，我就是要演这个啊！你演，不给你演就好，不给你演就好了。哪边 NG 啊？有没有在尊重前辈啊？要不然你再演一次，刚刚你没盖好的。没关系，先让给你，刚刚那段剪掉。点火了 ，OK。啊，是我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哎，很像哎。哇，那是右手。锅盖。他感觉会先被烟呛晕哎。湿毛巾。哎呀，给你照。火神拍完到现在已经也3、4年过去了嘛。虽然我们做了非常多的行前训练，然后我也去考了 EMT1 的执照，但是我觉得这不是我们的日常生活，它那个 SOP 你是会忘记的。然后所以今天又听学长讲那些专有名词的口诀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哦，我全部都记得。学长 AD 来了。就像学脚踏车一样，你以为你忘记了，但是你在碰到这些器具的时候，你是会马上想起来的。所以以前是有多那个嘴对嘴哦，他刚一开始我学的那个是有，因为后来就是近几年就研究显示，因为一个人他在刚倒地的时候，他其实血液里面是含有氧气的，他就尽快跟他按压心脏，让血液可以打到心脏，他心脏就不至于缺氧时间太多。所以你给气的话，就变得不是那么重要。
以民众来讲，因为民众的话，他并不太会去做畅通呼吸，他可能只又不敢去嘴对嘴嘛，所以我们就直接以推广压胸是最先第一步骤。第一个，我们先穿消防裤。哦，我们就跟着了吗？对，就可以继续操作了。对。那鼎辉，你帮我过来看这2位啊，那2位有点像太空人。嘿。好，第2动我们穿消防衣。哎呦，消防衣要确定这个领口这边要粘黏住哦，不然热辐射会传导到脖子上。第3动最帅的，我们来背气瓶。哇，一气呵成。完成。好，接着我们穿上那个消防的头盔，现在是不是感觉到热血沸腾？非常热，体温慢慢的上升。OK， 好，最后把手套戴上。我觉得戴手套是最难。我们的手腕这边都要套进去哦。第一个是拉，没有，一路呀，哎，好，对，赶快失火了，不要把公主肉打掉了。好，标准的。哦。他故意喷，对，喷到我们摄影机大哥。啊，完成，谢谢。好，好，谢谢。超热。OK， 辛苦了。对，哦，超热。还没有灰就不刮了。你们实在是太辛苦了，穿这样子还去打火，我的妈呀！只有很难不上去而已。你们店太好吃了，我可以学吗？可以，不是说要学吗？对，有时间的话。好哦，好看。这香肠是有马告的，消好吃，好好吃哦。来，你们参加自己来用哦。红哥，现场摸摸渣渣超好吃的。那天你们介绍很多在地的居民给我们认识，淑芳姐呢，我们一听她声音实在太好听，我们就决定你们这次要来演一对夫妻。看到我的眼神会害羞，对不对？刚刚我听你吃马告相反，很好吃。它的那个马告酱很厉害哦。好了，取了啦，在家里面马上取了啦，我在家里就躺着赚就好了。跟我老公一样呢，怎么办？真的哦，又是本色上很会煞风景哎！我在讲我们的部队，把你老公拿出来。没有了，我老公比你帅。你再讲一次。你比较帅。来，把它录起来。把它录起来，报给她老公听。不要来演戏哦，不要来演啊！他有啦。不要来演戏哦。对呀。他也要演戏。我们是路人甲。他要演你太太。我太太。演你太太。那我们跟温温介绍，这是佩瑜，他会演其中一幕的芬芬，然后芬芬的妈妈我们也选好了。谢谢妈的豆腐。表演给这边的乡亲一起看，觉得应该是会很有趣。他还跟我讲说什么我是整个剧的最高潮，我的妈呀，这是故意的。你们会有3个姐妹。啊，我要演什么？聊天。阿雄啊，我是那个阿雄。第2幕的阿雄了。我觉得我是最后那个，但我们没有连本都没搞。所以这是一个演员烤肉大会。演员烤肉大会。但是我们等一下来请有空的人要来学一下跳舞。价钱也没有讲。他们跳一个吧台。我要给钱的。给。你不要拿零钱哦，我跳个舞值30块。快点投币。哦。要来登记一下。哦。要来登记一下。来，我们现在要进行一个饭后运动哦。耀聪，你还在夹啊？佩瑜想说老娘要去跳舞了，你还在这边。来，各位我亲爱的乡亲们，我们要好好的来跳一首我们舞台剧非常轻快的舞蹈。我们请欢迎我们的舞蹈老师。
嘿，我是雅维老师。雅维老师有说过，舞不会太太困难，就是4大招。4大招，你今天学会这4大招，你就会成为一个武林高手。好，我们都到这个地方来学好吗？先在这个前提是，我们要想要我们在舞厅里面跳舞的感觉。舞厅就会有什么？你有一个舞伴，你要叫舞伴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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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过来，过来，再过来。那他过来了之后呢，你就要展现自己很会跳舞。我漂亮，我漂亮，画面右边漂亮，我漂亮，我炫耀，我炫耀，拍手炫耀。拍手！你要炫耀的时候，你要炫耀。这个炫啊！如果你有腰比较好的，你就可以。你就 N 的带 N 大，要变献祭，你就要觉得我很有，我无感，我出去，我漂亮，我漂亮，换边漂亮。这个是音效，台风来了，台风来了，来了怎么办？来了怎么办？是这里吗？是这里吗？嘿，打开门啊！台风过去了。就是这样，就是这种精神。这个舞步它一定要有一个舞伴，所以这个动作是可以做双人的。洪哥，你的2个一组来了。害羞，应该吧？对，好。我不会跳，漂亮，漂亮。文文。可以给我们药通交给你，对，药通交给你了。不要了，我不会，同手同脚哎，没关系，我也很弱。阿康，我跟你一起。阿康，我们来，漂亮。好啊，都有伴了。师姐，这个很撩哦，这个很撩。这个肌肉有人在顾哈。有。懂顾，我来就好了。可以，这个可以了，这可以了。啊，我跟大家说，因为你是有舞伴，所以你游的时候，你这个胸口是要吓死他，吓死他，这样子，哇，很好 ，yes，right， 最后这个不得了，你把你的脚屁股跟屁股推出去，互撞是不是？我们先试一次哦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音乐先吹蕊，然后先感觉一下，好，来，原地踩一下拍子，踩，还没哦，释出你的善意。准备好了吗？还有2个吧，预备 ，5 6，右手 A 右，换左，换右，换左，摇，换边，摇，换位置，拍，换边，屁股，看不到，牵手，打开，失败了。好，来换中间，来我去中间啊，来大家。我们有错边了，有正来了。先对方有。OK 啊，左2次，对。来我剪。没有，由上往下。对，由下往上。由下往上。老师这边吵架，来，我给他是不是由下往上？来，我讲一下我编舞的道理。这个道理就是，我跟高宇轩2个跟你讲道理啊。有后脚的方向，后脚的方向。对啊，由下往上，对不对？没有，道理是不是由下往上？对，由下往上。说对不起，没有，因为你刚刚由下是这样子。要前面。系列。那我这边有点想要微微的加码一件事情，我们让我们的彼此有一些伸展台的空间呐。好，各位要来再听一下老师哦。我们跳完呢，每个都要跳到镜头前面，双人 catwalk。来，吹一个，来，麻烦你。站出来背头啊！对，快点啦！输人不输阵，快点啦！来啦！那我们已经学会的朋友再复习一下，然后我们给新人一次机会。那个雅维老师，右手左手往左后，换边右后换位置，换位置，抬屁股，看不到，相距牵手亮相，Go，往前走，1、2、3，最热的眼神。小咖，你去干什么？小咖，这里没有你的戏的。
你下一场回家。去那边。阿康来这边。那我们要来喽。没问题。好，来了，都有了。大家要相信自己可以的。先右手。对，先右手。来，先暖身一下啊，这个膝盖不好的，现在赶快踩一踩哦，膝盖不好的，哦，侧腰伸展一下啊。踏一下，左右还有3个8，准备好你的 disco， 还有3，and last 8， 你的眼镜，5 6 7 go， 右，左右，小肩膀，往回圈往前走，小猫猫。驻村小队舞蹈团。中流叫他大鱼是不是？大舞步要先记下来。这个要记得哦。哎，各位，我们小帮手陈婷妮今天要离开我们斯坦了啊！功成身退，有回来吗？谢谢大家。我们邀请他，只要一工作结束，马上回来我们斯坦，好不好？好。可是我发现妮跳的真的很好，所以我们那天公演的时候还是找他来。好啦，张来聊，拜拜。慢走，顺风。我们现在因为在都市长大，我觉得我们好像都很容易遗忘一些简单的快乐。然后来这里短短的2天，我觉得我又找回那种对于大自然啊，然后对于要好好的生活这件事情。我来了这2天，我手机都没有没电呢。我回家可能我的手机还有60-70%，然后我突然觉得我真的好喜欢这种生活，然后在这边好好的跟人交流，然后留下一些属于我们这辈子可能只有一次的回忆。团结力量大！耶！好，谢谢妮妮，谢谢，开心。哦。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我们的广播。首先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特别来宾吉娜。因为我是第一次来嘛，好像1半以上的长辈他们都听不懂，对，然后我又发挥了我即席翻译的角色。有嘛哈 ？Pass 有敌吗？懂样。哦，把他们冲出来这样。啊，假设我们这个三角锥就拉出来，这里，哎，对，火在这里，不是我啦。开港后，我们今天没有排完一遍不回家，我觉得吉娜要分摊红哥的。我要扮阿辉伯吗？不是，就是把阿辉伯的台词拆成一对，再大追过。本来说放音乐就好，在地上设个陷阱，然后上面铺了草，就请你这边走这样，然后你就入坑了。我觉得有点被设计。